若有來生。你哋原本條路線完全錯晒。你望呢5段畫面係一套5分鐘古裝短劇入邊嘅，全部用 Seedance 2.0生成，零演員、零預算，純 AI。我測試咗20幾種方法，得3個真正有效。依家教你做嘅嘢，全部冇人外面講過，因為大部分教學教你打 prompt，我教你做導演。3個秘密即刻開始。秘技一，揀咗專家先，再執行。案例當中，我揀咗 Claude 呢個模型去做啦。其實你揀 ChatGPT 或者 Gemini 都冇問題嘅。我要求佢幫我揾個專家做呢份劇本嘅 director。咁佢有3個 option 俾我啦。咁我最後咧就揀咗鮑德熙先生咧作為我今次嘅導演嘅。用導演角度生成出嚟嘅劇本咧係會細緻好多。你睇睇以下嘅片段啦。走。你咪話走咩？點解仲未甩到人啊？好，呢條片咧會細心咁樣每一秒拆解翻我講緊啲乜嘢。兩人沿山野小徑疾跑，背後馬蹄廝殺聲咧逼近，煙塵緊滾。女主角呢邊跑邊回頭氣喘啦。咁男主角咧目視前方嘅，跟住女主角講：你唔係話走咩？點解仲未甩到人呢？咁我注明翻係港式口語啦，邊跑邊喊，有啲埋怨嘅語氣急促。男主角咧側頭一瞄，個皺一皺眉，唔明白甩人係咩意思嘅，困惑但係冇辦法理會啦。咁啊繼續跑。咁燈光嗰度咧山野斑駁樹影，追兵方向呢啲塵有啲遮住啲光嘅，音效有腳步聲啦、衣袍風聲啦、馬蹄聲咧接近嘅。配樂方面古箏急奏，戰鼓推進，弦樂上揚。呢音樂咧雖然係幾秒，但係指令咧係非常之多嘅。第4秒咧追兵逼近啦，5、6個咁樣，距離20步，女主角突然間轉身180度面向身後人啦，亦都望一望前方有追兵嘅，拔出藍光武器準備同佢發射啦。男主角回頭表示震驚啦。第6秒，女主角咧用右手拔出藍光武器準備發射，身體咧個射擊嘅姿勢咧重心下沉，咁呢個武器同時間都儲緊力，準備有啲閃光，準備發射噶啦。第7秒，咁個武器咧處力完成，女主角扣下發射器啦，藍霸電擊光速咧從窗口正前方咧射出嘅。第7、第8秒，女主角雙手向敵人咧射出呢個光線啦，咁令到咧前面嘅追兵人仰馬翻，陣營大亂。女主角咧始終面對追兵嘅方向咧，嗰個武器嘅指向嘅位置亦都係射向前面。咁呢個係我特別注明翻嘅。女主角嘅表情咧咬牙切齒，有一絲得意。燈光嗰度咧藍白色科技光啦，同呢個日光咧形成強烈嘅對撞。音效嗰度電子充能聲、強光爆發聲、電擊聲、馬匹嘅嘶叫聲啦，配樂電子音效啦，加入古箏嘅戰鼓，形成咧融合又衝突啦。咁第8秒咧，男主角睇到目定口呆，佢嘅眼神咧盯住女主角同埋藍光武器之間來回啦。咁有啲去咗冷靜啦。女主角回頭望咧，得意洋洋，嘴角向上揚嘅，咁形容得非常仔細啦。第10秒，追兵重新整咗個隊形，廝殺聲再起，男主角瞬間回神，捉住女主角隻手咧向山洞狂奔啦。燈光咧亦都係黃昏咁樣啦，暗示進入隱蔽地帶，腳步聲急速，追兵咧由近至遠咁樣嘅，因為佢入咗山洞啊嘛。配樂亦都開始有啲放緩啦，開始冇咁緊張啦。入咗山洞之內咧3秒嘅啫，兩人衝入山洞，咁就有一個大氣喘，挨得好近嘅，追兵聲咧亦都冇乜啦。第13秒，女主角側望男主角，疲憊之中咧帶啲好奇，嘴角微揚，咁形容一個比較曖昧嘅眼神，因為佢哋貼得好近啊嘛。男主角緩緩回望，四目交投，沉默一刻，男主角嘅眼神咧出現咗一啲意外，仍然一言不發。咁咧第15秒定格於咧兩人對視嗰個場景啦。咁燈光嗰度咧仲有啲邪黃光咧滲透出嚟嘅，半側面深陰影啦，製造親密神秘嘅電影感。音效咧正如兩人嘅喘氣聲同埋遠處嘅風聲。第一個 tips 唔係問 AI 點樣做，直接問 AI 用邊個專家眼光做。秘技2，導演語言。如果你由呢條路突圍，司馬昌嘅人一定喺呢個山頭等住你，但係呢個山口佢哋唔會料到。你如何知曉此等兵法？我覺得同 AI 溝通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就係叫 AI 問我4條問題，生成劇本嘅時候，動機、對白方向、觸發事件、結尾定格，再補多句，如有不清晰的地方請問我。 AI 會根據翻佢有唔明白嘅地方，佢會主動問翻你，呢個係非常非常之重要。第二個感落，唔應該直接講情緒描述，故事語言咧 AI 聽唔明嘅，直接講鏡頭、表情、燈光、動作分解呢啲導演語言咧 AI 先聽得明嘅。第3，角色一致性，廣東話對白指令。走。可以，左邊。經過測試咧，角色一致性係冇問題嘅。用 Nano Banana Pro 生成角色參考圖，只需要每條短片咧 upload 翻相關角色嘅參考圖咧，就可以自然生成翻相關嘅角色噶啦。每條片都可以保持一致嘅。
錦囊3生成好嘅廣東話語音，劇本入邊淨係打講廣東話指令唔夠嘅，循住4個方向去做，導演情緒、語速、語調、口音缺一不可。嚟到呢一度咧，講積夢版面嘅操作，呢個係積夢 Cden 2.0嘅版面，揀翻咧視頻生成啦。模型嗰度咧可以揀 Cden 2.0 Fast 或者 Cden 2.0嘅，兩者嘅分別咧 Fast 嗰度咧會用少啲 credit， 2.0 自然會用多啲，但係質素會好啲。呢度咧會揀翻全能參考，比例嗰度咧16:9啦。如果你要做打直嘅影片咧就9:16。秒數嗰度咧呢度會用15秒嘅。我 upload 翻兩張主角嘅相，男女主角啦。咁喺呢度咧會 add 翻男主角嘅相喺呢度開頭，女主角嘅相開頭，咁就 OK 嘅啦，唔需要逐個指令咧去add 翻個圖片上去，咁會慳翻好多時間。我覺得值得講一講咧，喺一個口型同步指令呢度，全程香港式廣東話，港式粵語口音，自然流暢，唔帶任何鄉音。每句對白咧必須配合翻整句句子嘅意思，前文後理咧準確發音，唔可以生成與文字不符嘅意思音調。每個字咧聲調必須同語境一致，粵語9聲口型咧精確對應，口型自然黏合全廣東話發音節奏。加咗呢個 prompt 之後咧，我覺得生成廣東話嘅機率咧，標準廣東話嘅機率咧係大好多嘅。咁呢個我覺得值得講一講啦。啱啱呢個禮拜咧，我用咗 Cden 2.0生成咗多條嘅短片，咁我有啲重點咧可以歸納翻嘅。高峰期咧依然要等嘅，生成多條影片咧最好一次過做晒，一次過生成。我自己試過咧喺凌晨嘅時段啊，或者夜晚嘅時段咧，的確生成速度會快好多，有陣時10幾分鐘、半個鐘咧咁就搞掂㗎啦，甚至幾分鐘咧都可以生成到短片。第二咧，版權問題，唔好用一啲已知 IP 嘅角色，譬如迪士尼角色啊、超人啊咁等等，自己咧要設計一啲原創嘅人物放上去，就算係真人嘅頭像咧，一樣依然可以生成一個短片嘅。第三咧喺個 prompt 度咧可以加翻一個真人臉部過濾啦，用非超寫實主義加翻個 prompt 落去，風格咧係可以通過嘅，呢個係一個 bonus 啦。好，總結翻成個製作流程，第一步用 Claude 寫專業分鏡劇本，叫佢用專家角度幫你拆解每一個鏡頭、燈光、表情、動作，寫到好似導演落場咁仔細。第二步用 Nano Banana 鎖定角色外觀，你將角色嘅樣貌、服裝、髮型全部定義好之後，無論生成幾多條片咧，角色都唔會走樣嘅。第三步用 Cden 2.0生成影片，一個 prompt 出一條15秒嘅片，你諗下連一條5分鐘嘅短劇都做到出嚟，咁一啲簡單嘅 marketing 廣告啊、IG Reel 產品介紹片其實仲易啦。AI 影片製作嘅門檻咧真係越嚟越低，關鍵咧就係你肯唔肯試嘅啫。其實只要大家肯試多啲、錯多啲、改多啲，你一定可以做到。以下就係我哋5分鐘足本版嘅穿越劇，大家有興趣咧可以睇晒佢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，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鐘，我哋定期咧會更新 AI 最新嘅消息，下條片見。係咩鬼地方啊！哎呀！妖女，你從何處來？喂，你係咩人啊？唔好咁惡啦！走！你咪話走咩？點解仲未甩到人啊？我要走啦，拜拜。喂，我哋要離開。點解照唔翻去啊？我係楚國武將向遼，被權臣司馬昌陷害，走投無路。即係話你係好人？好人抑或壞人，由你判斷。我只知我清白。好啦，我而家又走唔到，咁我哋依家點算？你哋原本條路線完全錯晒。你望呢度，司馬昌嘅人一定喺呢個山頭等住你。如此神奇，能知天下兵法。唔係兵法，係數據分析。你信我，依呢條路走，勝算高好多。好，依你所言，你係何人？為何在此？大將軍，你終於來啦！將軍，此女係何人？可否信任？此女救過我性命，夠啦！報，黑甲兵已包圍山村，約300人，司馬昌親率。300人，我哋依家點算？呢個村入面有幾多村民？帶村民先走，由我殿後。你一個人咪玩啦！走。點解每次都係咁？我只係想返屋企。如果你由呢條路突圍，司馬昌嘅人一定喺呢個山頭等住你。但係呢個山口佢哋唔會料到。你如何知曉此等兵法？
我喺現代讀過，唔緊要，你信我就係啦。唔好喐，我幫你。為何你要救我？因為你而家仲未可以死。項兒，楚國已無你容身之地。司馬暢，冷靜啲，唔好中計，佢係故意激你。跟住佢！項兒，上去！你等我必來救你！走！千萬係你哋。你點解要冒呢個險？吓？重新連線咗？連結穩定。走吧，此地非你所屬。你係咪想我走？我想你明白。我幫你完成呢件事先啫。你唔使講嘢啦，話我知，我哋下一步點？司馬暢，今日便是終結。項爺，左邊！司馬暢，今日你敗了。強制召喚無法取消，倒數15秒。今次係強制召喚，我控制唔到。若有來生，若有來生。若有來生。